是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初3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来关心总统赖清德出访去美国夏威夷，加长工去美国智库座谈甲演说，伊用共赢的未来做主题，讲台湾是印太区域甲和平甲繁荣的东坡。正做台湾的总统，伊讲伊有3个使命，包括维持国家生存发展、强化国防力量，甲照顾2300万人民的生活。总统赖清德出国访问过境美国夏威夷，受当地上大一步。但向三星广播盗版报道，用台湾总统为夏威夷开始太平洋之路做标题。若讲到帅气，赖总统会过境关岛，佮指出这摆牵动美中台关系。赖总统也把握过境期间，甲美国跨党派好朋友互动。赖总统呢，在今天上午，也透过视讯，还有透过电话的方式，跟在美国几位好朋友、老朋友进行了对谈。那其中有一位是裴洛西，这通电话其实讲蛮长的，大概是20分钟。那双方因为老朋友互动上，气氛也是温馨融洽的。赖总统过境夏威夷最重要的行程，就是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以共荣的未来发表演说，强调台湾在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受访者热烈欢迎赖总统伫夏威夷第2天到美国智库同齐访中心发表8分钟闭门致辞，主题是共赢的未来，台湾是印太区域和平甲繁荣的优伴。各甲参加人正式座谈，被问到未来4年或者是8年的愿景，是讲台湾目前上大挑战是中国威胁。作为台湾的总统，伊有3个使命感，包含维持国家生存发展、强化国防力量，加照顾2300万人民的生活。I expected President Lai will reaffirm his commitment to the kind of values that both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are, and probably a willingness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new incoming U.S.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Both were pretty tough on China and quite friendly toward Taiwan. We cooperate on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 and our robust trading partners. Interest in Taiwan is growing, as we can tell by today's audience and journalists in the room. 前 AIT 主席莫健甲美国总统川普顶一任任内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拢到场来听国家赖总统交流互动。伫夏威夷最后一个行程是去侏罗纪公园金宫拍电影的所在，各地安全部坐越野车，各个电影道具斗阵翕相。赖总统13会去友邦马绍群岛。公司新闻也拜选彭俊怀美国夏威夷报道。最新的消息，咱要来看新北市有一间国中传出有老师涉嫌甲学生性侵的事件。这个受害者的家长是已经提告，也那教育局回应讲，学校接到通报了后，已经甲这个老师停聘，启动调查。调查内若是事实，上当会甲伊改聘，而且通报14人拢袂阁甲伊聘用。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不会去他那里了。2002年，教育部一部性平影片内面有讲到，查甫也会被性侵害，要提醒查甫学生也要知影保护家己。无想讲，最近又搁传出学校出现失踪老师，被害学生的家长真生气，要甲伊告。家长甲媒体讲，因为囡仔读新北市某一间高中，不互这个老师带出去食饭，请伊啉饮料、买手机啊，互伊，搁互伊钱，搁甲伊性侵几落遍。尾仔囡仔是会惊，口会甲因讲，案件才白菜。教育部回应讲，学校伫11月底接到报案了，随通报启动调查，甲涉案的老师停聘等候调查，袂当搁做其他的教育工作。立即将该师停聘，启动调查，且不得应聘其他教职。学校已经依性别平等教育法组成调查小组调查，若属实一定严惩，绝不宽待，最重将该名老师解聘。新北市教育局讲，已经要求学校依照性别平等法做调查小组调查，若是调查属实，就会该改聘，并且登录伫咧教育部各教育场所无适任人员通报加查询系统，14人拢袂当搁再聘用。
另外，为了要保障学生的学习权，已经要求学校继续对受害学生进行关怀，并且提供辅导资源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高雄医学大学有一个姓肖的讲师，伊互研究生指控讲，伊带学生出国参加研讨会，不过竟然是问学生讲，敢要做伙困钢筋。这个学生去申诉了后，学校有启动调查，嘛认定这个老师的行为就是性骚扰，目前已经甲伊停评啊。突然就传了一个讯息，就是要求说，我可以跟他一起同房，啊，我就觉得有点很错愕啊。没有啦，你太美了，我怕我忍不住，我就觉得哇，这太 over 了。对，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下去。高雄这个 L 小姐指控高医大一名姓肖的讲师，做伊论文指导老师期间，真侪届届研究性骚扰。今年9月，讲师要搁带学生去到韩国釜山参加研讨会，老师搁传讯息问伊讲，敢要困讲一间无？老师讲着讲就很自然啊，就是讲完之后 ，A 就站起来，然后就跟我突然就讲到说他跟前女友在床上性事的问题，讲得很露骨，我又不敢去说。那我也是觉得好，那我对这个人我要更小心。L 小姐控诉这款的情形，伫2年来最近本体是烦恼着毕业，唔敢和老师正面冲突。这届互要求爱带钢筋房，伊也决定无要出席外国研讨会，要求换指导教授也向学校申诉。立宪基金会建议，当着这款权势性骚扰，第一时间唔通检讨家己，会当保留相关证据向学校申诉。无论如何，当你心里开始有疑问的时候，可能就要先收集证据，不管如何都先留起来再说。去搜寻相关的资讯，或者是跟朋友讨论，因为如果有跟朋友讨论的话，到时候也都可以成为是提告上的证据。当事人申诉了，讲师也是带查某学生出国，学校回应讲，第一时间就知影这件代志，有启动调查，认定这个讲师的行为有性骚扰，停评该处罚。事件当中牵涉的查某学生，学校已经启动支持甲辅导，确保学业未受到影响。也强调学校无指派当事人带团出国，会积极保障其他学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维权委员会拜四的白心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调查立委拢总是提出16个版本。民进党立委黄秀芳等8个女性的立委，昨昏是开记者会，以社会要无共识为理由，强烈反对开放借腹生囝，要求都要另外立专法。咱卫福部昨昏说，本地是讲无要以色列立场，不过过道政策却是向向改变。明确表示，代理孕保甲人工生殖法会分开来处理。来看自由时报，宜修厝的建案甲中古厝即马饲草是愈来愈歹。六都伫11月份买卖转移的数量是减15%，也那台南市是衰退40%是上界明显。整体的房市确定是进入复苏的局势。过来看联合报，台湾金融研训院昨昏公布2年一届台湾金融生活调查的结果。发现从2022年以来，通货膨胀变较严重，有8成的民众感觉生活压力变较大。另外，有66%的受访者认为讲，因有信心有法度来分辨金融诈骗，袂去互骗大耳。继续来关心这个交通的消息。台北市东山中学的校车，昨昏暗时8点52分的时阵，伫新北新店保高路往中兴路的这个方向驶，想袂到无细日去弄到电火条啊，造成车顶3个学生轻伤。东山高中表示，这架校车迄当阵是载学生要转，有10个人，也那其中3个人是着轻伤送病院。这个司机伊驶校车是已经真侪年啊，而且嘛无不良的记录。会配合警方来理清这个事故的原因。那警方讲，目前司机是已经把这架校车驶登去学校啊。在顶个月24的时阵，彰化县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伊陪因老爸去参加公益走标马拉松的活动。不过，煞有一台旅行车冲入去比赛路线，去弄到这个囡仔。这个囡仔送病院了后，还是救无回来。那这个囡仔因爸母认为讲，主办单位甲这个车主拢有责任。嘛，希望后日马拉松的比赛，莫阁发生这款的悲剧。他死得好冤枉啊！我想帮他讨回这个公道。那靠那几日，彰化这对悲伤的爸母要替9岁后生讨公道。为什么会有这？就是因为那个孩子
了。爸母一直问是安怎走表的道路会有车，控诉交通管制无确实，互伊的后生互弄死。老爸也质疑肇事的驾驶赛车无专心。对他一直说他没看到，那请问一下，驾驶你到底是在玩手机还是在做什么？这根本就是危险驾驶。顶个月2日，中华一位姓陈的查甫囡仔陪老爸参加公益走表马拉松，走伫老爸后壁，向一只车弄入来，甲伊弄甲重伤，救无回来。提起透早，查甫囡仔的爸母头一届出面，指控主办单位甲肇事驾驶拢有疏失，煞无人要担责任。案家失去这个亲人的痛，我们很抱歉，也积极在检讨。那目前也全面配合警方在做调查，跟积极检讨，协助还原真相。主办单位表示，迄天姓陈的查甫囡仔走伫专门管制车辆的赛道，现场有机动巡视、巡逻车、赛道的护驾人员来维持安全。肇事的车辆弄入来时，交管人员无伫现场，机动巡视无法度全面顾到整体赛道，感觉真歹势。若调查了后，确认有疏失，一定会承担追究责任。查甫囡仔的爸母是呼吁肇事的车主甲主办单位爱勇敢承担错误，也毋通互即款的悲剧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小可增强，透早各地低温差不多是16度至20度。咱做伙来看温度。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仔日遮方便的大台北、东北部、东部、甲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中东北部的山区可能会落大雨，也若北部的山区、东南部有的所在会有短暂雨，其他的所在天乌甲金门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也若温度的方面，透早咱台湾各地低温差不多16度至20度，日时北部甲东半部高温可能是23度至26度，甲昨天来比温度是有小可降低。也若中南部的高温是27度至28度，不过早暗的温差是真大，提醒民众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得加套一领衫。继续来看，伫咧台北大巨蛋忠孝东路4段这边的大厅，才有画自行车道。不过有民众反映讲，这涂骹的态度伤旧啦，若是落雨的时阵，就会变较足旧咧。从去年到今，就已经有44个人伫遮跋倒，而且有民众骑U bike过去，嘛厝冷，衫若破去，骹头乌嘛乌青。脚踏车是真侪民众代步的工具，有民代表示接到真侪民众投诉，大巨蛋头前的忠孝东路4段边仔的脚踏车路真旧。敢若112年至113年，都有44个人骑车跋倒去，民众骑U bike跋倒去，飞出去2-3公尺以上，衫破几落空，脚来乌嘛乌青，指甲搁长去。当时那个保全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说：“哦，那你很幸运，在那个地方经常有人摔跤，然后起来常常是满脸的血这样子。”来到大巨蛋边仔骑脚踏车的民众表示，太落的灾情，若是落雨天，确实较会厝倒跋倒。多少会啦，这种地砖还是有之前滑过，但是大部分下雨天不太会去骑车。会稍微有点，就是轮子会有点打滑。上下班车流比较多，我们要闪的时候。民代提出数据表示，大巨蛋地震检验风骨数据，敢若0.73至0.74，无达到脚踏车路风骨的标准。呼吁远雄应该甲大巨蛋脚踏车路做风骨材质的改善。体育局表示，当初无规划脚踏车路，是后来才画起的，会甲远雄交工处讨论改善的方向。远雄到写稿进前是无做回应。近期呢，我们会来跟交工处、远雄做现场的会勘，改善这个防滑的措施，来去做一个探讨跟一个改善的一个讨论。另外，艺人周杰伦大巨蛋演唱会要伫12月7号举行，民代嘛点出架物柜欠缺的问题。大巨蛋周边的架物柜敢若92架，场馆内60架，捷运国父纪念馆站32架。以周杰伦演唱会一场37500人来算，平均400多人抢一架。衍生出像是有违规摊贩的一些问题，就把这一些行李呢全部都堆积在大马路上，这样的状况几乎都是乱象。议员建议应该增加全市公用场所架物柜的数量，伫台北通增加架物柜地图，方便民众查询。各伫架物柜点悬净色监视器，警方加强巡逻，防止变做治安的漏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我年底有真侪歌手登来开演唱会，不过这黄牛票的问题嘛真严重。亲像周杰伦伊演唱会相关的检举，台北市府就接到超过3000件。
估一案裁罚的案件可能有甲264万。目前检方嘛已经抓到一个演唱会票贩啊，而且是头一届伫咧征载过程当中，把这黄牛票交转去予主办单位用原价搁卖出去。周杰伦的歌舞点到全场，伊要搁办演唱会，当初门票就开始卖，马上售了。毋过检方抓到黄牛，第一摆伫专案定价进前，将靠案的门票交由主办单位，搁用原本的价钱对外卖出去。首采侦查中变价之方式，在相关演唱会截止之前，嘱托主办单位释出，并依原价再次对外贩售。事件开第一场伫侦查阶段，变价黄牛票除了无必互被告有不法利益，搁讲爱兼顾外卖合法买票权益，票权所得交由国库保管。为了县区的黄牛，涉嫌用抢票定式售票，每张拢用9万块，估计搁转卖来趁钱。非法抢的票即马被释出，周杰伦3张，张惠妹2张，加上其他韩团等，总共10多张，所获买众各有希望。卖票平台发公告表示，无方便透露门票的日期甲场所，佮讲到一切拢经照检方指示办理了。因讲是释出的票，竟然早就卖去啊！案子办完了，可是这演唱会日期可能也过了。那过了之后，我们国库也就只能就把这个票给它扣下来，好当个纪念或是销毁。别的票不见得就能够那么快就变卖掉的话，承办检察官可能就觉得那就不需要这样嘛，反正也卖不掉，那我干嘛还要那么麻烦？有律师分析，当门票失去价值，不如检方变价黄牛票，反倒来替国库增加收入。为法律面来看，其实也会知，拢写伫个刑诉法典规定内底。毋过以后若扣到黄牛票，是毋是拢比较办理？检方敢若表示，照个案来认定。能够透过公平的方式去取得演唱会票券，我们当然希望尽量有这样的可能啊。从文化部移来的周杰伦大巨蛋演唱会的检举案，已经超过了3000件。真济当中级别歌手要开演唱会，国内黄牛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毋过新发情路年外台北市在发黄牛，目前只有27件，业者罚金将近200万。市府也推出诱因，鼓励业者用实名制换取场地优惠等，就看是毋是用打击这个乱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伫西非的一个国家几内亚是爆发重大人打人的意外。伫当地有一场卡球赛，是伫咧因的第2大城温德瑞科瑞咧举行。因为有球迷认为讲，这评审判决有争议，所以就引起冲突，结果发生严重意外。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至少有56个人死亡。不过因为这资讯是受到军政府的控制，所以这死亡的人数可能唔若安尼尔。真侪人爬起体育馆的墙尾啊，想要走离现场。西非国家几内亚出现一场卡球赛，因为裁判争议性的判决，引起两边的球迷发生冲突，进一步引发严重的吞打意外。安全部队射催泪假释，真侪人想要走离现场，所以伫咧大门口，互人屠杀吞打死亡。这场卡球赛伫咧几内亚第2大城恩泽雷克雷举行，目的是要对军政府领导人顿波亚致敬。美联社讲，至少有56个人死亡，因为主线是军政府控管，所以人数可能唔难呢。Traditionnellement, le sport est une occasion de promouvoir l'unité nationale et la cohésion sociale. Cependant, les manifestations de mécontentement vis-à-vis des décisions arbitrales ont entraîné des jets de pierre de la part des supporters, provoquant des bousculades mortelles. Les services hospitaliers font état d'un bilan provisoire de 56 morts et plusieurs blessés. 军政府领导人顿波亚2021年9月发动政变夺权，家己做总统。伫最近1礼拜，这场比赛伫咧几内亚正式举行。因为顿波亚即马考虑要参加总统大选，筹造政治联盟的可能性。顿波亚也伫国家电视台宣布，全国为这件代志哀悼3天。公司新闻张伟林、吴继昌编辑。继续来看，法国政府目前面临崩盘的情形，因为总理巴尼耶启动宪法第49.3的条款，会当伫咧无经过议会投票的情形之下来通过法案。上新的一项就是社会保障预算案，总理挂保证讲会负责。也那极右派是已经提出无信任案，按算上今拜三就会进行对总理的无信任投票。
法国总理巴尼耶催利讲，伊的政府将会对因所提出的社会福利预算案负责。Sur le fondement de l'article 49, alinéa 3 de la Constitution, j'engage la responsabilité du gouvernement, de mon gouvernement, sur l'ensemble du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men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pour 2025, et je le fais en appelant à la responsabilité de chacun des représentants de la nation que vous êtes. 法国宪法第49.3条，准总理伫咧无经过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投票表决通过伊所提出的法案。这项予法国总统正大权力的条款，会当予伊一寡大部分民众拢较无欢迎，也过必须做的政策，会当彻底去做，包括对巴尼耶任何无信任投票有关键影响的上大党极右派国民联盟在内在野政党，早就预料巴尼耶会动用行政权强行通过，怎么伊真正安尼做？所以因提无信任案，相信随时就要投票。Déposons donc une motion de censure et nous allons la voter parce que les Français en ont soupé. Face à cet énième déni de démocratie, nous censurerons ce gouvernement et Michel Barnier restera probablement dans l'histoire comme le Premier ministre qui aura eu le mandat le moins long comme Premier ministre de la Ve République. 国民联盟甲左右讲起来有够的票数，推翻伫咧国会无过半的巴尼耶，若是无意外，巴尼耶政府届时将会被推翻。反年金改革伫法国闹甲正大，这项法案是2002年年底马克宏政府决定要推出的法案，迄当阵就拄着正大的阻力，尤其甲法定的退休年纪自62岁延后到64岁，引起民众的不满。尾仔就有国内各大工会甲民间的罢工示威，一场煞一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中国最近甲罗西亚的军机做伙巡航，日本甲南韩的军机嘛缀咧监控。有学者分析，中国甲罗西亚伫咧东亚合作的态势是真明显。毋但第一岛链的国家受到威胁，嘛引起欧美国家的关注。也若英国明年会派航艦访问新加坡，伫咧太平洋进行新的军事的部署。也若法国航艦打击群嘛要伫咧印太区域来做部署。有专家认为讲，欧美正咧强化确保印太地区的稳定。F-16战机紧急升空，伫强军无放弃武力反台，佮着解伫台湾周边军演，一甲真接扰台，这种画面真接看到。国防部24点钟内查到15台强机、7只强艦伫台海周边活动。中国最近国甲罗西亚进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路军机毋但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佮通过日韩的对马海峡，互日韩战机升空监控。共军在台湾附近、台海附近的活动，或者是举办军演的同时，那有些时候俄罗斯的舰艇也会在附近没有太远的地方。其实他们在东亚地区的合作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状况。中国甲罗西亚加强伫东亚军事活动，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传出中国提供有杀伤力的武器予罗西亚，甚至北韩出动军队帮助罗西亚，互欧美国家更加关心印太地区的局势。2024环太军演声势正大，包括美英法拢总29国展现联合执行任务的能力，要为印太和平做出贡献。除了联合军演，英国暗示明年派威尔士青龙号航空母舰访问新加坡，伫太平洋展开新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嘛要展开印太部署。Troisième objectif, c'est promouvoir, comme la stratégie française de l'Indo-Pacifique l'a décrite, promouvoir un Indo-Pacifique libre, ouvert et stable dans le cadr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t c'est pour ça que nous déployons une force dans les eaux internationales à cet endroit. 刚开始有这个动作，基本上还是以象征性的意义为主。我想都有一些细节必须协调。不管是未来油料的整补，或者是人员上的一些需求调整。中国扩张军事行动，毋但造成台海、南海局势紧张。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伫访问中国进前，马上发声明指责中国提供武器予罗西亚，帮助对抗乌克兰，威胁欧洲甲印太地区的和平。柯蒂上认为，中国甲欧洲虽然经贸密切，不过东亚若发生战争，会是毁灭性的影响，也促使欧洲国家更加重视印太地区的情势。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伫明年1月份就要落任嘛，初一的时阵，伊宣布要特赦因后生行德。拜登真正捌讲，伊袂安尼做，即马说是讲，因囝会去互定罪起诉，是司法机关选择性办案的结果，所以伊行使伊总统的特赦权来甲伊特赦。
这个消息一日出来，除了川普表示不满 ，BBC 等等的媒体嘛认为讲，拜登安尼做，民主党阵营就无立场批评印尼川普是安怎乌白使用总统的职权。美国总统拜登伫感恩节的假期发出书面的声明，一方面重新强调无介入个别司法案件入场，一方面指责司法单位选择性办案，佮点名国会当中的共和党阵营是发起这波司法攻击的总家人，强调有目睭的人拢看会出来，亨特就因为是总统的后生，才会变做司法攻击的目标。不过，到半年前，也就是民主党的阵营也被换掉拜登推贺锦丽选总统进前，拜登是安尼讲的。I'm extremely proud of my son Hunter. He has overcome an addiction. He's one of the brightest, most decent men I know, and I am satisfied that I'm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I said I abide by the jury decision, and I will do that, and I will not pardon him. 亨特涉案的风波爱追到2020年大选进前，伊送收的个人电脑，互发现大量私密的资讯，包含食到食到、喙齿起甲看医生，甚至甲未成年的少女有亲密的行为，等未堪你看的相片。惊动外界是一封电子批，明白写出拜登做副总统的期间，家族甲乌克兰能源企业往来的内容。纽约邮报阁因为先独家也出这资料，互民册甲马斯克买落来进前的 Twitter， 用散布假消息影响选情做理由，全面封杀。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司法单位的调查显示，亨特伫逃税的期间，生活共款真车样，食倒开查某，逐项倒来。12月16特别宣判刑期的罪名，包含逃税甲非法入侵。也若伫这个时阵，真侪个宣誓无介入司法个案的拜登，选伫礼拜四公布特写家己的后生。美联社记者指出，川普伫2020年落任进前，特写真侪牵连各种案件的亲信甲家属。There is a precedent for presidents taking part in power to benefit, family members, people close to them. 美国《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讲，川普甲共和党的阵营几年以来批判司法体系为政治服务，民主党的阵营是相信美国的司法独立。不过，拜登这款做法等于是支持共和党的讲法。英国的 BBC 也讲，总统行使着社权，等于是介入司法的进程。川普甲未来可能坐大位的人，拢会当放心大胆改变游戏的规则。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继续来看，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伊伫咧11月底时阵讲，进前金正国家讲卖用美金，即马伊要要求金正国家袂使创造新的货币来取代美金，若无就要扣100%的关税。进前川普伊嘛讲，要甲加拿大商品扣25%的关税。也若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听到这个消息，是紧马去甲佛州甲川普见面，而且答应讲边境的管理会做好。金砖国家伫10月底举行会议，搁再提出创建多边支付金砖之桥的新金融支付平台，得到巴西甲印度等国家的支持。金砖之桥设立的目的，除了保护罗西亚甲盟友袂因为经济制裁受到影响，嘛增强金砖国家的影响力。不过，更加重要就是要削弱美国伫全球金融的主导地位。对金砖国家持续企图美金的运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1月30伫家己的集团创立的社群平台真实社群顶答文，要求金砖国家承诺袂创造新的专属货币，而且美国原来袂支付任何其他货币代替强大的美金。对于削弱美金，美国拢无爱插的态度已经结束啊！若做金砖国家坚持要企图美金，伊会对这个国家进口去美国的商品扣100%的关税。毋那安尼，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进前嘛讲，加拿大若做无法度防止移民甲毒品芬太尼越过边境，伊会对加拿大的进口商品扣25%的关税。总理杜鲁道伫11月29赶紧飞去美国佛州，甲川普做伙食暗顿，佮向川普挂保证，加拿大会加强管控2个中央正长佮无设封闭的边界。We told the Americans, we said publicly, we're going to look to procure, for example, additional drones, additional police helicopters. We're going to redeploy personnel. As much as a reassurance exercise, we believe that the border is secure.
根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有75%的商品甲服务拢出口去美国，若做美国加征收关税，会对加拿大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嘛影响加拿大明年的选举结果。加拿大今年1月初的民调显示，选民对杜鲁道政府的无满意度已经达到最高点，所以杜鲁道调集10省的省长讨论川普关税威胁的对策，避免家己所执政的自由党选举失利的可能性。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政府今仔日向中国半导体业提出3年来第3波管制措施，晶片设备制造商北方华创等等140间企业，红列做是出口的黑名单。因若咱台湾、韩国、新加坡部分的业者可能嘛会受到影响。《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海军最近进行海顶飞弹装载系统的训练，要透过军舰对军舰飞弹装载运补，美军的战力会大大提升，会当弥补西太平洋若是发生战事，台湾离美军基地上远这个战略的弱点。来看马来西亚最近连续几夜天因为持续落大水雨，造大水的情形是真严重。目前灾情已经有较转好，当局的数据显示，灾民的人数虽然有降低。不过到昨昏暗时8点，灾民的人数也是有10万人左右。因若受灾范围是涵盖9个州，拢总34个县市。镜头转来咱国内，咱要继续来看台中市有一间国校啊。今年3月的时阵，有一个6年的学生上课的时阵，可能是甲老师起冲突，引起老师的不满。加当讲，这个学生是有去甲迄个老师会失的，不过老师也是决定报案。落尾手警察直接入去甲学校，甲囡仔带转去派出所。市长罗秀燕是大力批评，讲学校哪会使无法律的观念，嘛要求教育局都爱严办。标准学园传出有警员走入去，甲学生带转来做笔录。今年3月，台中西区这间国小有一位6年学生，疑似伫体育课甲老师有冤家，摕冷烧落肉搭去攻着老师的大腿。去等到学生会失礼了后，老师煞坚持报警提告。我今天把小孩送去学校，学校是可以任意的让警察把我的小孩带走吗？他并没有任何的攻击行为，就是他没有刺伤或者是伤人的行为。第二个，他不是现行犯。2位警员出动时穿制服，入去到学园，伫无监护人的陪同之下，甲学生甲老师带转去派出所做笔录。虽然后来老师提告，不过这款的做法，让市长罗秀燕感觉真不满。非常教育示范，不适任的老师，校长领导无方，对不起，毫无法律观念，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子把你们的孩子带走吗？所以这个事情，教育局重办重惩，专案报告好好检讨。校长伫答询的时表示，是警方大主大意甲学生带走。那根据警方进入学园执法机制，除了重大的规案甲紧急事件，警方要进入学园，无论敢有疏失票，拢需要经过校方的同意。警方坦白讲，确实流程有疏失。第一，我们同仁穿制服进去，在国小已经造成骚动，帮忙沟通，帮忙协调。所以同仁才会第一时间想说先带回派出所。教育局表示，41个人员会按照规定处罚。原来台中市教师会表示，报警是人民的权利，不过这位老师的方式有较无妥当，不过也凸显校方辅导能力甲能力的不够。那法规定得很细，但是法规定得越细，是不是就越没有老师越没有弹性的空间？台中市教师会表示，校内虽然有相辅佐甲辅导老师，不过相对教师属于第2线。建议应该先规范相关的辅导办法，也应该补满辅导甲校安人力的不足。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件嘛是教育现场的消息。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昨昏指控讲，有一间国立体育大学的系主任，伊涉嫌长期甲学生也有助理霸凌。有学生跳出来讲，伊捌伫咧上课的时阵，竟然甲刀仔夹出来，就安尼插伫刀仔顶，而且这个系主任性地嘛不哩歹。教育部市长知影这个消息了后，是当场回失的，嘛讲会好好来调查清楚。把我话在耳边疯了，不想骂也是不行。谁叫进来开会的？谁叫开会议的？谁叫开会议的？那老师，我们不要错了，我们下次。你现在吵啊！
对学生大声喝休，现任的某一间国立体育大学系主任，互人指控讲长期对学生甲助理进行校园或者是职场的霸凌，甚至有把提刀插伫咧桌仔顶头，也个不准助理请假去自由放下。死皮赖脸还继续赖。小姐，我们先确认一下哈，你现在拒绝完成工作是不是？没有，我要说完成了才要离开。伫记者会现场，虽然听到是录音的声音，不过有其中一位受害女同学，虽然人已经毕业吧，听到了以为是皮皮喘。民众党团接到几多位受害者陈情，质疑学校甲教育部当初对学生的投诉处理无好，才互霸凌的人酷势搁一直安尼去做，甚至被个升做系主任。其实这种事情蛮常态的，我们一周其实每天开会都需要担心老师不知道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生气。我有先向教育部发起投诉，他的回函是请我先向学校的学务处跟教务处去反映，就是全部都是由该名老师进行回复，并没有任何的其他立案的调查。这个老师凭什么这样干？学生去外面当防务员，收的钱全部上缴社团给他保管，这是一种什么机制啊？教育部是把学生的申诉吃案吗？叫学生自己回去找学校。教育部讲，伫109年7月进前，老师对学生不当对待调查处理流程，并无完整的规划。严过也认为，这位老师恐惊已经违反教师法的规定。虽然不构成霸凌，但我们在调查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教师的行为确实有不当。那也有关经费使用疑义上面，我们后续会遵照教育部的相关指示，移送给相关单位。对于这些受害的学生还有助教，先表达深深的歉意哈。就是我们这样老师的行为，确实对学生造成了伤害。我们会请学校召开教评会来做一个严肃的处理。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也不愿意孩子给这种老师教导。迄当阵已经对系主任进行警告加口头的宣戒，了后就无再再接到相关的陈情。教育部是重申，所来不管是学校会重新调查，或者是透过教评会来追究老师的责任，拢会严肃的督导。记者综合报道。接续有关政治的消息，咱要来看洪提名的司法院正副院长甲大法官，昨昏去拜会立法院民众党团。另外，立法院昨昏举行大法官同意权案的公听会，在现场有受害者的家属表示，有嫌犯误解去互判死刑，不过最近却是去互改判做是无期徒刑。因质疑大法官敢有法度来解说咧？也佫有啥物才号做是上介严重的罪？民众党立委甲大法官被提名人爱手第二，随伫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带领着司法院正副院长甲大法官被提名人拜会民众党团。不过，民众党立委嫌讲，因之前发给提名人的文件到即马也未收带。如果法律人在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自己对于法律都没有基本的尊重，那未来是不是适合当大法官的这个职位？我想人民心里会有很多问号。也会依照在法定的时间前，会送到各位的手上。立法院也进行大法官同意权案的公听会，学者认为大法官应该具备着独立性的司法气质，愿意听无同意见，无以家己的道德加政治判断为主。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他愿意去听不同的意见。只要有这样子的特质的大法官，值得我们肯定，应该也要被选任的。他不是穿着法袍的政客。因那10年前发生的苏道长女老师被性侵杀害案件，被害人女老师的翁婿张介玲，即便是以被害人家属的身份参加，对嫌犯误辩被判死刑。不过今年5月经4审转逆转，改判无期徒刑。张介玲正伤心的请大法官解释讲，什么叫做上严重的罪？台湾的无期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有期。他的无期其实就是对我们家的无期的痛苦的宣判。请问什么叫做最严重之罪？大法官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解释？我想请我们民进党的朋友将心比心，请赖清德将心比心。你叫我们立法院怎么通过这6位主张废除死刑的大法官提名啊？对于任何被提名人的审查，不意味着他将来在释宪案会采取什么样的释宪的立场。
司道长陆老师案件10周年，初三被害者家属加人权团体将伫咧凯道举行白玫瑰游行，诉求拒载废死的大法官，有期伫24大法官同意权踮立法院表决的进程，会搁再有一阵攻防。记者综合报道。接续咱来看，民进党的王义川补起嚟做不分区立委，张辉伊宣誓就职，嘛随着参加这届立法院国法基金调查委员会头一届会议。不过，民进党团伫咧这届会议当中，要求都要甲开会成员郭建明改做是王义川。然而，国民党这边认为讲，因是照议事的规则咧办，所以开会通知并无王义川。这句话一直讲咧到底，双方是随着起配面。另外，立委是随着离开来表达因的抗议。然后了后，国法基金调查委员会是由吴国昌当选调委，然后绿营嘛质疑这届选举无效。于是以自成，恪遵宪法，效忠国家。在立法院宣誓就职，民进党无分区立委名额由王义川递补。过去北讲做立委就要回韩国瑜院长就职，也被当庭观察。悄悄无加做回应，王义川所来去第一任务就是参加立法院国家基金投资不当调查委员会第一摆筹备会议。民进党团坚持要将开会成员郭建明改做王义川，调解可能是为定数问题都去冤家。会没有交办明显，因为只有推派比例，你不要在这里辩，你们这么凹什么东西啊？是你在凹，没有人在剥夺他，欢迎他进来，但不要凹了，没有凹。过去捌做对头的王义川甲民进党立委黄国昌专程无看对方，立法院这款刑诉法实现了第摆成立的营业调查委员会，大家党坚持行完定数，经过投票由黄国昌当选调委，按国民进党正规定数规划，甲投票超过议定时间离席抗议。民进党又来了，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所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民主进步党的委员到底是有多害怕？但事实上，在都有违宪之余。就黄国昌所提的部分，他想要调查的案件已经在司法侦办当中，或是有些案件是监察院调查当中，立法院不能够想调查就调查。在党认为国法基金这几年一直在调钱，应该调查是不是牵涉侵占的不当利益。影响认为立法院调查范围应该无限扩大，牵涉司法调查，国法上应该请院长韩国瑜针对日后会议，搁一摆召开党团协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段时间，咱台湾伫咧体育的表现是互人学到甲会得志。毋但伫咧世界12强的棒球比赛摕到世界头名，咱伫咧2024年第10届亚太听障的运动会，伫咧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嘛摕到真好的成绩哦。咱台湾的代表团伫咧比赛头一天就传来好消息，咱个保龄球的选手林雄珠，伊伫咧女子的个人的比赛是摕到1块铜牌，嘛是为咱台湾摕到这一届头一块奖牌。因这一届比赛原底按算是要伫咧伊朗举办，不过因为中东目前战争的局势影响，所以无法度伫遐如期举行。一直到9月份，才由马来西亚吉隆坡接手来办理。然后，咱台湾的代表团即届有参加电竞、乒乓、羽毛球、保龄球，也有跆拳道这5个项目。然后，这一届摕到头一块奖牌林雄珠，伊认为伊即届表现其实会当更较好。所以，咱来听伊安怎讲。因为差跟台湾比起来，这个差太多了。我们台湾的场地那个地板啊，各方面都比较平顺。那这边就是卡卡的，在动作上就会影响到我的重心脚有一点不舒服。我今天拿到第3名，我心里实在是不满意的。我的目标应该是金牌的啦，好，是非常可惜。个人赛的部分其实本来就是要看选手当天的表现，就一天的表现。那我们的目标本来就是在双人啊、团体，这个才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继续，咱来看另外一个比赛。咱台湾的贴杯仔的选手参加2024年竞技贴杯仔亚洲杯的锦标赛，拢总要甲11个国家有要500个选手要来大车拼。咱台湾队这一届是摕到48块金牌、49块银牌，也有39块铜牌，会当讲是比赛成绩足好的。其中咱国有一个14岁赛德克族的沙马包沙。
伊的成绩嘛摕真好，即届是摕到内底上大奖的冠军杯，而且伊个人都摕到10块奖牌。今日跳杯选手沙马巴少24回女子组个人赛课5.76秒提冠军了，伫 SOC 女子组个人，佮以1.888秒成功打破家己原本23、14回女子组保持世界纪录，照伫全场上大奖项个人3加总部分男女冠军杯也摕到冠军。你得到全场的最快的项目，对不对？对，啊，有想到是你吗？没有。长头毛第8届赛德克走10位啦，沙马巴少为头来为小学1年啊社团反酷看到跳杯啊感觉趣味，连续到即马已经是高中生，也是目前台湾跳杯啊速度上紧的女子选手，即摆甲队友斗阵伫国际大挑战这项目中拍败韩国队摕到冠军。当下你们自己有想到你们会得上冠军吗？对，我们一上场就想要拿到冠军。即摆咱代表队54个选手飞去马来西亚甲11个国家都市487个选手拼场，摕48金、49银甲39铜的好成绩，刷新4项世界纪录。针对年岁上小2个6岁小选手曾武晴甲杜文书，也刷新6岁以下双人赛课世界纪录。选手能够展现他们的团队精神，真的觉得不错。那有一队是特别组，他们能够在这个场合上能够破世界纪录，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协会表示，这个选手尝试还有9回提高升斗阵，伫国际大赛中斗阵愿望，互世界佫一摆看到台湾，也要继续打拼，要去明年伫中国大连的亚锦赛。记者综合报道。电风上头来看，咱台湾一直拢真积极咧发展太空的科技。不过，前到今拢还无国家的发射场。目前有公告2个所在，一个是屏东九屏甲台东的南田，这2个所在拢有可能会成做发射场。国科会顶礼拜伫咧台东的南田村举办头一场的公听会，在地人讲因已经准备好势啊，也那台东县府嘛讲会全力来协助，争取台东成做国家的发射场。4年前，台东县大仁乡南田村民间太空产业认为这是国内上好的火箭发射场，不过后来因为土地是农牧用地，迄当阵中央也未制定太空发展法，火箭发射受到阻挡。不过，即马政府推动太空发展，国科会8月份选定台东南田甲屏东九屏2个国家发射场。顶礼拜伫南田村召开头一场的说明会，在地是表达欢迎，不过希望摕到土地方式甲使用会当尊重居民的需求。太南边了，在满洲岛可能打到菲律宾去了，人家会危及到周边国家的安全。只有在台东南田是最好。假设99年之后，这个地不再使用，这个地请再还给我们。在地人认为讲，国家发射场设伫南田，对西边的社区来讲，会当带来观光、文化教育甲科技发展。不过，要为九屏甲南田这2个所在建出较好的地点。还佫需要包括土地取得、甲交通等等地方配合的条件。台东县府讲会全力配合争取国家发射场设伫台东。我们的开发的可行性，当然就包括在地对于这个部分的一些规划跟配合。那这个都需要当地的政府以及在地的乡亲，大家能够把他的意见能够提出来。只要民众愿意、民众需要，南田的部落觉得他们需要这个候选场址。成立太空中心，我们一定会请全力予以行政协助。县府表示，国家发射场是国家重要的建设，只要居民甲土地主管机关同意使用，就会当进行相关的开发。不过会尊重居民提供土地的意愿，全力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3年举办一届的2024有机世界大会，将会伫咧嘉义南华大学举办。计共有61个国家的学者甲政府的代表互相交流经验，而且讨论发展甲创新。来自国外专家学者伫台顶向大家分享有机农业的知识。嘉义县大南的南华大学为12月初2开始，一直到12月初4，举办2024有机世界大会。门内有61个国家的代表做伙讨论有机农业的未来，嘛希望向国际推销台湾的有机农产品。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活动。他们能跟台湾来去签订所谓的有机同等性的协议，那日后我们的有机农产品就可以以有机的名义卖到这一些有签同等性协议的国家。农粮署表示，有机农业促进法为2019年开始实施了后，台湾有机甲优先种植的面积计共27000公顷，是非常大的进步。
国内参加的学者就讲，这个世界大会3档举办一届，头一摆来到台湾，这是真难得的学习机会。那我们台湾的有机界呢，也能够呢从这个世界大会呢来获取很多的这个经验，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会有这个5个主题演讲，有18场工作坊，还有到46场的这个相关的专题演讲。那总共参与的人达到472人。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国内来讲很少有像这么盛大的一个有机农业相关的一个论坛。有学者指出，农业人口老化的状况，消费者对有机农业的认识，这拢是台湾刷落来推广有机农业爱面对的问题。南华大学表示，希望透过活动的交流，唔但向国际推广台湾的有机农业，嘛希望借这个机会参考国外的方式，替台湾的有机农业找到发展的方向。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年2025年是咱台湾的画家陈定波130岁生日。陈定波是咱台湾美术史头一个入选日本帝典台湾的画家。为着要纪念伊，国立台湾博物馆是特别甲陈定波文化基金会做伙办找找咱的所在陈定波130特别展览，希望透过伊的作品，让大家为这一图来熟悉台湾这个岛屿，这块珍贵的土地。这幅图通看到玉山的积雪，嘛通看到充满金蕉丛的农村。这是台湾画家陈定波伫1947年28事件过身进前上尾一幅作品《玉山积雪》。离陈定波出世的1895年到今已经买130档。国立台湾博物馆特别甲陈定波文化基金会合作办陈定波130特展，希望让民众通透过陈定波的画来入捌台湾。咱后代这囡仔。咱的子孙是毋是，阁有这个机会借着图的引导，去了解伫咱身躯边，除了人以外，所有万物共同生活的这块脚踏地，所以才讲要找找咱的所在。陈定波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也就是陈定波的大孙陈立别，伊讲希望透过阿公这800作品，让大家去了解咱脚踏的这片土地甲历史的形势。也那文化部长嘛分享伊的感想，指出这优画题材包括北回归线、乌条甲桂芳，有这的大自然力量，才有台湾丰富的生态。通看到陈定波眼中充满生命力的台湾。今天的展览是用博物跟台湾的植物、台湾的生物，还有台湾的矿物，一切结合，终于看到这个陈澄波用他的画，就是画出了台湾所有真正最核心的生命力。这届陈定波130特展会伫台博馆展出，对12月初3开始，一直到明年5月11日。台博馆和陈定波基金会拢希望让民众透过陈定波的画笔，重新看到台湾这片土地的自然底质，用更较远近的角度来入捌台湾。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国立台南艺术大学，甲民众斗3天，收获一群为外国买回来的电影底片。这个片名叫做是《美丽宝岛》。这个影片是50年代咱台湾的风景，也有工业的发展，目前已经修复好势啊。咱做伙来看卖。不管是嘉南大圳车坎楼，或者是阿里山的美景，甚至台湾古早做糖的工业技术，拢互人完整记录伫1959年翕的《美丽宝岛》底片电影内底，互世界看到台湾英国车影。这出珍贵的16号米底片电影，原底收藏伫标准 Brussels 叶森文化中心。最近，互民众为海外买回来，经过台南艺术大学协助修复合所谓扫描了后，正头摆伫学校放送。那它里面的内容当然就是有点像过去日本总督府时期所拍的南进台湾从北到南的各个景点的一次巡礼，所以2个比较起来，就会发现不同的执政者对于这种影像的诠释以及叙事，会有他自己想要加进去的意识形态等等的。这出影像40分钟，讲故事的方式，哪像日本时代1949年的宣传影片《南进台湾》，是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后，要宣扬中华民国的欢迎所翕的。自南到北，用影像记录台湾重要的发展状况。我当初不知道，当初只想测试我那台16厘米放映机而已。其实我会觉得说，这种超过50-60年的这个版权，能够留在台湾，不会留在国外。那至少说我们数位化，就是系统数位化以后，可以利用它的影片的价值，去对于未来的影像制作者，然后可以有所帮助。
南艺大修复团队过去伫各地抢救济珍贵影像文物，推动卖单影片的保护理念，强调远景才是上重要的。这届修复美丽宝岛底片电影也重现50年代台湾古早的车影甲工业发展状况，成功保留珍贵的台湾影片。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7度至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亲爱的爸爸妈妈，前2天伫咧看守所，想到判决书啊，后一摆佫看到恁的时阵，应该就是伫咧桃园啊。等你转来，咱来去大庇护行行好不好？